来继续来关心这个欠人，为着要来讨解着国内欠人的状况，农委会来宣布引入着进口的鸡卵。今仔日开始，伫个超市甲大卖场的通路都拢买得到。依照着国营业者进货状况，有澳洲卵、美国卵等等的来源会当来选择。一盒的计售为68块来起跳，比一般的卵还阁较俗。今仔日开始卖的头一天，真侪人烧钱买。 一盒搁一盒，台人上济，干当买2盒卵，公正贵的进口卵，总算当买到啊！价钱是很便宜啊，因为现在外面4斤都100块啊。我是希望可以多买一盒啦，可是好像都说不行。足久无买到比70块小的卵，啊若拍开盒仔，敢若看伊2壳，真歹分辨出是进口或者是国产的。 这波进口蛋非常的平价，开卖不到1个小时，货架上已经全部被扫光了。下这想吃进口蛋，手脚可得快一点。家乐福今仔日开始开卖，照重量分2款计售。另外，专联大润发湘北地区门市今仔日开始卖，有澳洲鸡卵、美国鸡卵会当选。另外，爱买明仔载嘛开始卖，美联社是31号，一盒10粒，计售为65到79拢有。其实这一次的进口鸡蛋呢，是农委会补足我们这个西选业者这边它的所缺乏的一个蛋源。那再透过西选业者，也就是厂商呢，透过跟各个通路平台的原本的一个契约的机制呢，来进到卖场的货架上面提供给消费者。有的可能已经喊到了。 可能有的甚至1斤90块、100块，那这样的乱象，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既有的通路这些有牌价的这些标示价格，反而大家越来越收不到蛋来供货。这一次的，包括我们调度的鸡蛋，还有洗选的蛋品，分别供应给 所有的这些超商、超市，为了改善国内欠卵情形，农委会为美国、日本地区进口鸡卵，嘛答应在3月底进前引进来700万粒。也毋过国内逐工欠200万粒，恐惊也是无法度完全满足台湾人食卵的需求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